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9月17號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曼徹斯特北部一個社區琴晚發生2宗槍擊事件；保頓發生嚴重車禍，一名年僅24歲女子身亡；英國食品價格持續上升。英國曼徹斯特北部一個社區琴晚發生2宗槍擊事件，相距唔夠700碼。當地警方相信案件有關聯，目前正係全力調查。警方表示，琴晚大約9點55分接報到 Newton Heath Intop Walk， 一名男子頭部受傷，被懷疑涉及槍擊。不過警方強調，傷者同其住所並非預期目標。現場可見一個疑似子彈孔。消息話，單位內住有一對夫婦同年幼嘅仔。幾乎同一時間 ，Ballantyne Street 亦都發生另一宗槍擊，同樣有屋宇窗戶留下彈孔，幸而冇人受傷。曼徹斯特警方表示，2宗案件正作為相關事件處理，暫時未有人被捕。調查正加快進行，並呼籲知情人士或者持有閉路電視、車 cam 片段嘅市民盡快提供資料。警方強調，事件性質非常嚴重，行為危險且可恥，隨時可能導致無辜市民嚴重受傷甚至死亡。當局已經加派警員巡邏，並呼籲公眾保持警覺。任何人士如有資料，可致電101聯絡大曼徹斯特警方，或者透過佢嘅網站即時對話服務提供，亦都可致電聯絡北曼徹斯特刑事調查科，或者以匿名方式向 Crime Stoppers 舉報。英國大曼徹斯特保頓發生嚴重車禍，一名年僅24歲嘅女子不幸身亡。事發喺星期2晚上大約7點，地點係 Corley Old Road。警方表示，一架汽車沿東行方向行駛嘅時候，疑似失控撞向圍牆，最後停低。女司機當場被證實死亡。警方初步懷疑佢出事之前可能喺駕駛期間出現突發身體狀況。事件中冇涉及其他車輛。現場鄰近 Bob Smithy Inn 酒吧一度封鎖數個鐘，一架嚴重損毀嘅古銅色7人車停在現場。大批警員、救護員同埋消防員到場，並有空中救護直升機降落協助。但曼徹斯特警方表示，正係調查事件詳情，呼籲目擊者或者持有閉路電視、門口攝錄機或者行車記錄儀片段嘅人士，盡快致電101或者透過警方網站即時對話服務提供資料。英國食品價格持續上升，最新官方數據顯示，英國通脹率雖然上月維持不變，但係食品及飲品價格已經連續第5個月上漲，增幅達到5.1%。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，8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維持3.8%，同7月相同，符合大部分經濟師預期。不過，通脹率仍然高於政府設定嘅2%目標水平。數據顯示，航空票價喺8月份升幅較舊年同期少，成為主要下調因素。但汽油同柴油價格上漲抵消部分影響，餐飲同酒店價格亦都因為演唱會等活動帶動需求而持續高企。至於食品及飲品價格，8月同比上升5.1%，高於7月份嘅4.9%，並且創下自2024年1月以嚟最高水平。蔬菜、奶類、雞蛋、芝士同魚類價格上升，推高整體食品通脹。國家統計局首席經濟師表示，食物價格已經連續5個月上漲，升幅雖然屬細微，但係覆蓋範圍廣泛。英國財相 Reeves 表示，知道好多家庭面對生活壓力，強調政府正努力減低生活成本，並推動更穩定嘅經濟發展，期望能夠將更多金錢放入市民口袋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